聽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呢個廣東話 podcast， 我係你嘅主持 Peter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傾一傾最近樂壇一個好大嘅話題，張敬軒。呢幾日軒公突然爆出佢將會擔任保安局正向引導項目嘅導師，仲要帶曾經被捕但未被檢控嘅年輕人北上交流，見證國家進步。同時佢接受文匯報專訪㗎，為過去啲言論同作品道歉，話自己當年被社會氣氛沖昏頭腦。更加勁嘅係喺專訪出街前夕，軒公 IG 賬戶大清洗，一次過 unfollow 咗超過1000人，包括英皇一眾同事、多年好友王菀之、黃偉文、林家謙，仲有 Mirror 同 Error 嘅部分成員。呢一次即刻引起好大嘅討論。今日呢一集，我就想同大家一齊分析下，點解張敬軒會喺呢個時候被招安後選擇投誠，背後有乜現實考慮，同埋作為聽眾，我哋應該點樣睇到呢一次？正文，首先我哋要明白一個現實，若行藝人或者普通人一旦被招安，受壓之下，其實選擇唔多，要係投誠，要係收檔，生意做唔落去。呢種情況下，冇乜好大責備嘅空間。換轉係你或者我遇到類似苦況，可能都只可以咁做，總好過嗰啲投誠之後仲要和港圖文嘅大商家，對唔對？但係投誠之後就唔需要再對呢個人有太多期待，唔去討伐佢，已經算係好有禮貌。張敬軒早晴其實係一個相對有良知嘅藝人，佢支持過反國民教育抗議，雨傘革命期間都發過聲，領唱過相關歌曲，呢啲係事實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不過佢始終係廣州人，早年已經受下去做過烏旗手，嗰個時候其實就已經唔使再對佢抱太大期望。任何去到呢個階段嘅人物，要投誠或者被逼投誠，我哋就唔好再理，只需繼續做好自己嘅本分。隨住年紀增長，張敬軒喺香港嘅名氣日漸減弱，收入大幅減少，冇辦法維持以前明星級嘅日常消費。為咗演唱事業同前路，佢自然要諗多一步。佢曾經北上參加我係歌手，想轉戰中國樂壇，揾真人民。人民幣真香呢個現實好吸引人，但最後功敗垂成。之後要唱好多歌，想喺中國市場揾錢，投誠明知就變得好重要。佢今次擔任保安局導師，我個人覺得唔係完全自願，似乎係上面落命令，先由保安局同英皇告知佢。宣公自己似乎都感到憤怒，證據就係 IG 大清洗，取關咗一堆英皇同事。呢個動作顯示佢喺英皇合約同投誠任職上同公司相處得唔快樂。不過關智斌同張敬軒情誼好深，連佢都取關咗，就可令人以為做好呢個投誠嘅娛樂政治部署之後，往後佢就好似劉德華咁，自願幫助政府，之後喺中國樂壇嘅路就任意宣順，暢通無阻。至於取關黃偉文，應該係政治原因。Mirror 方面只追蹤呂爵安同樂文，因為競隊入面呂爵安形象較親民，爭議較少，但如果只追一個就太貴，所以加埋隊長。張敬軒同王菀之情誼一向深厚，王菀之又係我土店政治派，太斷取關的確好難解釋。取關 Python U 時，應該係對之前軒乜軒暴走事件嘅形象轉陣。發覺嗰種啟示真性情嘅網絡攻法模式，賺唔到網絡名氣，所以同佢劃清界線。同時取關 Serrini， 因為 Serrini 有信念元素，呢個係市場策略。至於取關凌家軒，其實佢哋喺查查都合作過。樂壇一向分偶像派同歌藝派，而家偶像派制霸嘅係 Mirror， 歌藝派就係凌家軒做歌行。張敬軒雖然老覺福報，但隨住年紀增長，鬥志唔算遠大。廉家軒制霸樂壇，對宣公嚟講，的確唔係味。
佢算係可以理解。當然，有留意樂壇嘅人都知道，男歌手表現得較理想嘅，其實係馮遠軒，只係啟沙一族覺得佢冇名氣，先改借令佢冇法攻取唱作金獎，改借唱曲詞全有絕對優勢，仲要相比選點擊率，就更加變成林家謙用熟仔霸嘅苦況。Error 方面，只追蹤何啟華，因為日93同胡寶賢形象太差，而何啟華除咗形象較理想之外，曾經同劉德華快樂並肩影過相。張敬軒就係想行呢種娛樂政治路線。總括嚟講，張敬軒帶過抗爭者北上交流，之後抗爭者嘅禍福未知，我哋就唔使想對呢種政治變色龍有任何其他。至於取關粉絲會，除咗有歌粉因為投誠而網絡攻法之外，香港粉絲會已經冇利用價值，往後只需留意佢喺中國樂壇揾真銀嘅道路，而且佢 IG 賬戶似乎都被控制住啊。最後講下外貌同聲線，張敬軒整容之後樣貌認交咗好多，聲線都有啲改變，有人話係因為病咗，亦都由韓國返嚟，佢定係整容中伏。但都有人懷疑係仿製人替身，而唔係真人。好簡單，睇之後佢唱 live 就知真假，因為張敬軒嘅唱功極難模仿。而線生活科技仿製人技術已經廣泛用喺香港，兩殘化。不過，如果真係替身，唔論外貌同聲線，都差唔多完全冇破綻。除非係親人，否則分唔到生活習慣同身體特徵嘅微小差異。所以，若懷疑張敬軒已經係仿製人，其實線生活科技唔會做出咁劣質嘅產品。人冇此疾，周極無敵。呢句話用喺呢啲壞事上邊都幾貼切。結尾總結嚟講，張敬軒呢次轉向係現實壓力、市場考慮同埋政治環境嘅綜合結果。作為聽眾，我哋可以繼續聽佢嘅歌，但就唔使再對佢有政治上嘅期待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路要行，我哋做好自己本分就得。多謝大家收聽呢集 podcast。如果你有唔同意見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討論。下集再見。